但是呢，我觉得拜登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派兵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保存美国的军事实力，所以如果要保护台湾的话，可以那么做。研究中国军事战略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梅惠林进前伫美国之音专访时讲，美国之所以伫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中无帮助乌克兰，原因甲台湾有关系。大海正紧张，美国敢会保护台湾，一直是各界关心的焦点。梅惠林嘛依照伊对解放军的观察，研判2027年以前大海没有战争。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呢。后钱武器的这种，所以他们不会明天动手呢。但是他们觉得准备好了以后，习近平会做什么呢？我觉得为了防止中国武力犯台，梅惠林伊承认讲，美国伫印太这个军事部署依然需要加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美国在亚洲的军态，所以我们有很多飞机、船只等等，但是绝大多数的不在台湾附近，有一些在日本、在菲律宾，但是绝大多数的还在加州、夏威夷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更近的一个地方。美军方面好像就嘛意识到这点。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美军计划伫2024年伫印太地区部署陆基战斧加标准6型等等，射程500到2700公里的中程陆基飞弹，将是美国伫2019年中程飞弹条约失效了后，头一摆部署中程飞弹，主要就是要和中国会惊。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